家，让青山去平复那昏黄的伤。一句誓言，苍天为证，快意恩仇的较量是破除的坚强。我以为江湖有多远，天涯竟然在我眼前。我以为我水有3000，却载不出一个圆。一生闯荡，侠骨柔肠，酒杯装不下阴狠的风霜。一纸荒唐，天各一方，是谁一生吟唱，爱恨两茫茫。我以为江湖有多远，天涯竟然在我眼前。我以为我水有3000，却载不出一个圆。如果再相见，你是否接受这沧海桑田的句点？我和我相公想租下你这儿，落脚住下几天，这锭银子够不够？哦，够，太够了。姑娘，你和相公在这儿愿住多久住多久。老婆子，快去给二文弄点好吃的。好嘞。不用了，其他的我自己来就行了。你们出去找个地儿住着吧。没有事，别来打扰我和我相公。还有，不管任何人问起，绝对不能让人知道我和我相公住在这儿的事。放心。放心。那我们就不打扰二位了啊。走。走。红影哥哥啊，这是什么地方？为什么带我来这儿啊？这地方虽然简陋了些，但遮风避雨还是没有问题的。最重要的是，别人找不到我们。我不能留在这里，我就这样一声不响地离开了。仁院老师，还有老大，我师父，还有师弟们，他们会为我担心的。我必须回这间山庄。哎，你不能回去，你现在回去会被你那些师弟杀了的。不会的，师父他不会杀我的。可是你别忘了，这次死的人是你的小师妹，而且所有的人都一致认定是你叶红影杀了你的小师妹。我知道，从小到大你师父一直对你很好，就像亲生儿子一样。可是这次死的是他的亲生女儿，你认为你师父会放过你吗？可是真的不是我杀了小师妹，冬晴，你说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，就算别人不相信我，你也一定相信我是清白的，相信不是我杀的小师妹，对不对？信，我当然信。就算所有人都不相信你，我也会相信你的。真的？当然真的。红影哥哥，你记着，在这个世界上，真心对你好的人，只有我，再没有别人了。嘿嘿，看什么呢？哦，看手镯呢。又想我姐夫啦？别胡闹。没胡闹。你看吧，我想我相公呢，我就敢说出来；你想我姐夫呢，你怎么就不敢说呢？哎呀，别害臊啦！越说越没正经了。哎，不是让你去买吃的，怎么就2个馒头？拿着吧，就这2个馒头啊，还是我好不容易抢来的呢。冬青姐，我们还要走几天才能到啊？2、3天吧。太好了，这一次我见到我相公，我就再也不跟他分开了。我一定逼他把我明媒正娶了。嘿嘿嘿嘿。
那你跟姐夫的事情也总该有个交代了吧？交代？我会好好处理这件事情的。哎呀，我真搞不明白你们小两口到底是怎么想的，一见面就打打杀杀的。不是说已经定过亲了吗？怎么还这样啊？你要不好意思问，我就去替你问。他要敢不把你给娶了，我就把他给……老太弟，现在烟尘当道，贼子无辜，我还没有这个心思。冬青姐，我每次跟你说这件事情，你都说那些我听不懂的。我只是希望冬青姐你能跟我一样，找到一个心爱的相公，然后能开开心心的过每一天。你看清楚了吗？战姐姐身上的伤口真是这样的？是这样的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小看人呐！我马上为办事什么时候错过？再说这个刀口朝上还是我发现的呢。你想想你当时被吓那个样子，切！好好看看啊。尖尖的地方朝上，那就是刀口朝上，刀背朝下了。哎，你又琢磨什么呢？哎呀，你别管我想什么，你帮我来试一把。二师兄，您的伤不碍事了吧？全靠师傅医术高明，给我敷上了金疮药，这一下子好多了。二师兄，你说怪不怪？这阵子咱们折剑山庄怎么遇上这么多事儿啊？师傅中毒，小师妹又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。我知道二师兄和小师妹一向感情很好，不过你看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你就节哀顺变吧。节哀顺变？你知不知道？我每天只要一闭上眼睛，眼前都是灵儿的影子，耳边也都是灵儿的叫声。二师兄，二师兄，我的心都要碎了。我江鳌北发誓，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叶红影这个混蛋，给灵儿报仇。二师兄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你先回去吧。好。好。马胜飞，一会儿我扔你接，千万别躲啊！哎呀，这干什么呀？跟我比刀工啊？开始什么意思啊？哎！干什么呀你？你想劈死我呀？看刀！哎！干什么呀你？想砍死我呀？干什么呀？要我命啊！幸亏我身手敏捷。两把菜刀都是刀口朝下。什么意思？我找到可以证明英雄哥哥不是凶手的证据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们看过战姐姐身上的伤口了。我找到线索了，跟我来。我没明白。跟我来呀！啊！他们俩看过灵儿身上的伤口，难道真为他们找出了什么线索？詹庄主，我找到了，我找到可以证明英雄哥哥不是凶手的证据了。什么？哎，你可不能不相信啊！这证据是用生命代价换来的。你不光要谢他，你其实主要应该谢我，我差点被他砍死。那你们怎样才能证明红影是清白的呢？灵儿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但是为了我的将来，我知道你一定不会怪我的。我不得不这么做，原谅我。不管切肉切菜，永远是刀背朝上，刀锋朝下，除非想自杀。对，
但是我们看过战姐姐身上的伤口了。奇怪的是，她的伤口却是刀锋朝上，刀背朝下的。您不觉得奇怪吗？且慢，让老夫来想一想。红影自小就惯用那把单锋的宝剑，他绝对不会打反。如果是他杀了灵儿，那灵儿身上的伤口痕迹应该是……你们看过灵儿的伤口，是剑锋朝上，剑背朝下。那你们的意思是？对，站庄主，您真聪明，我们就是这个意思。口说无凭，咱们现在就去看。好。师傅，师妹停灵的房间着火了！啊！红影哥哥，这些都是我亲手为你做的，都是你最爱吃的。我最爱吃的？难道你一点都不记得了？红影哥哥，你对过去的事情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？那你为什么只记得杨冬晴呢？我是说，你为什么只记得我呢？其实我也不记得，要不是师傅告诉我，你跟我从小一起长大，我更不会知道你的名字叫冬晴。那你再仔细想想，除了我杨冬晴，还有谁是和你一起长大的？我真的想不起来了。你再想想，我知道你一定可以想起来的。有个人从小就很喜欢你，比如说你跟哪个女孩定过亲？定亲？对了，我送给你的手镯你喜欢吗？喜欢。你戴上我送给你的镯子，你就是我的娘子了。手镯，我记得给你戴上手镯，还告诉你，以后你就是我的娘子了。对，我是你娘子。从小我就告诉自己，这辈子要做你的娘子。你看，你送我的手镯，是这个，还是这个？物归原主。你想起来了吗？我知道你一定可以想起来的。这些手镯都是你送给我的，是你亲手给我戴上的，是不是？不。什么？你说不？我记得那个手镯摔断过，是我找人镶好，重新再送给你的，不是你手上戴的这些手镯。你说不是？难道你不相信我？就是你梦里的那个杨冬晴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红影哥哥，我和你定过亲的，是你亲口答应要娶我的，我是你未过门的娘子。你想想。我想不起来，我真的想不起来了。你再想想，仔细想想。别逼我再想了，我真的想不起来了。我头好痛啊！好了，红影哥哥，你别想了，我不再逼你了。也许，只有你把过去彻彻底底的忘了，我们才能真真正正、开开心心的在一起。这么说，是大小姐暗算了你江少侠，还劫走了叶红影。是，长工说的没错。是不是大小姐还没有回来？真是这样的话，长工赶紧派人去找啊！我为什么要去找？难道大小姐失踪了？长工您一点都不着急吗？着急？我为什么要着急？该着急的人，应该是江少侠吧。
说吧。不行，我不能再留在这里，我必须回折剑山庄，跟师傅澄清我的清白。哎，红影哥哥，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呢？现在就算你回去了，他们也是不会相信你的。我顾不了那么多了，总之我不能一辈子背负着不白之冤，我一定要回去说清楚。你就让我走吧。等等，要不这样吧，让我替你回折剑山庄，看看能不能说服你师傅，让他相信你是无辜的，然后再从长计议。可是，相信我，我是真心要帮你的。没错，杀死我师妹战灵的，就是我。可主意都是魏姑娘出的。好了好了，不管你是自愿的也好，受人指使的也罢，这些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通过这件事情，我更加佩服江千户了。正所谓无毒不丈夫，你为了功名前程，居然可以亲手杀死自己的未婚妻子，能狠得下这个心的，试问天下能有几人呢？长公，请您听我说。好了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我非常欣赏江千户的魄力。长公什么意思？我不明白。我是一个爱才之人，你又是一个难得的人才，所以我想帮你。帮？承蒙长公错爱，但是长公什么意思？属下还是不明白。帮你找到叶红影。二位官爷，你们要抓的奸犯就在里边，我带你们进去啊。好。锦衣卫。冬晴，你为什么要杀了他们呀？火影哥哥，这个地方我们不能再待了，你赶紧换上锦衣卫的衣服，我们离开这里。离开这儿去哪儿？不管去哪儿，总之这个是非之地不能再待了。你换衣服，我们走。知道阳明山庄在哪儿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问了那么多的人，谁都不知道阳明山庄。童心姐，你不是说你来过吗？我还以为一到东山县就能见着我相公呢。你是不是记错了？我不会记错的。小的时候，我爹带我去过阳明山庄，我记得很清楚。阳明山庄的的确确就在东山县。既然你来过，那我们就直接去找呗，还问那么多人，问了他们也不知道。艾弟，这么多年地方都变了，我一下子记不清楚了。咱们再找找吧，一定能找到的。嗯，行。我必须带着火影哥哥尽快离开，找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。我好不容易才抓住了幸福，我绝不能让幸福再从我手里溜走。这次我绝不放手，绝不。想必厉鬼对魏方总十分了解，倘若真如厉鬼所言，魏方总必定想方设法带着叶红影离开东山县。如今叶红影丧失了记忆，想除掉他是最好的机会。若想永绝后患，叶红影就必须得死，绝不能让他继续活着。魏方总，他为什么带着个锦衣卫？不对，难道是？啊，你过来，走吧。干什么呢？去哪儿？官爷，我什么都没有啊！你看，快走快走！冬晴，你还没告诉我，到底带我去哪里啊？你别问了，让开，让开！喂，全都给我让开！大胆，还不住手！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敢当本大小姐的去路？啊，9000岁亲临，认识这块令牌吗？9000岁的令牌，莫非你是？知道这块令牌就好，还不赶快都给我让开！启禀大小姐，厉公公已经下了命令。大胆！什么厉公公？厉飞鸾不过是我叔叔跟前的一条看门狗。你不是知道9000岁吗？我就是9000岁的亲侄女。你怕得罪厉飞鸾，难道就不怕得罪本大小姐吗？滚开！可是大小姐，少啰嗦！我接到我叔叔的密令，要我即刻返京，还派了这个锦衣卫专程护送本大小姐。你们识相的就赶紧给我让开，
要不然我叔叔怪罪下来，你就是有9个脑袋也不够砍的。是是是，还不快给大小姐让路！是。大小姐请。站住！江阳北，二师弟，大胆，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？你看清楚了。千户大人。没错，我就是千户。你们应该知道，千户有权调动你们。是大人。二师弟，你住口！本千户在执行公务的时候，不要跟我称兄道弟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他们俩拿下！可是大人，这2个人是……站！你们眼睛瞎了吗？那个装成锦衣卫的人，就是朝廷钦犯叶红影。叶红影，来人，把他们俩给我拿下！来了，2位姑娘要的豆腐脑。哎呀，饿死我了，都好几天没好好吃了。哎呀，我的豆腐脑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干什么呀？对不起，小兄弟啊，我不是故意的啊。哎，姐夫，火影哥哥，我们走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姐夫，对不起啊！怎么回事啊？姐夫好像不认识我们了。小崔，别让亲王跑了！站住！这可不是穿着锦衣卫的衣服吗？那些兵为什么还追他们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咱们快去看看。好，让开！让开！贱的！三哥，是大师兄。这个人面兽心的东西，我们趁机会抓住他，给小师妹报仇。不，先通知师傅。火影哥哥，来，在这避一下。冬青，你快告诉我，为什么那么多人追我们呀？我也不知道，你先别问那么多了。啊，还是我来告诉你真相吧。二师弟，江瑶北。他是谁？你说他吗？他就是当今9000岁魏忠贤魏公公的亲侄女魏芳宗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什么9000岁？你为什么要假扮冬晴啊？因为他爱你，而我却不愿意让自己的女人心里还想着另外一个男人。你胡说！你能不能闭上你的狗嘴？魏芳宗，我一片真心对你，你竟然为了个傻子离开我，这对我公平吗？那你为什么不摸摸自己的良心？你这样对你的未婚妻子，对她公平吗？你。别杀我二师弟！火影哥哥，你放手！我不放！
哦，姐夫？对呀，她是冬青姐，是您未过门的妻子。他明明是个男的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们俩别打了。这手镯。你看我给你买的镯子好看吗？物归原主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个手镯是我亲手给你戴上的。师傅说了，给你戴上这个手镯，你就是我未过门的娘子。你想起来了？难道说你把我们过去的事情全都忘了？不，我记得这手镯，应该也记得你。你才是一直在我梦里出现的那个小女孩，冬青。你是冬青。对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冬青，是我未过门的娘子。你一直在我梦里出现。不，她不是，我才是你未过门的娘子。想没有人嫌我话多，也没有人知道我的秘密了吧？姑娘，姑娘，姑娘！走，不行，冬青姐，你把姐夫带走，只有他知道谁是你的杀父仇人。姐夫，姐夫，赶快跟我们一起走吧。不行，要走带他一起走，不然我不走。师傅，是我们亲眼所见，绝对不会错的。站庄主，你快派人去救英雄哥哥呀！对呀，大侠哥，多简单的事儿啊！只要把鸟儿找回来，问清楚他到底是不是凶手就行了。师傅，我带着师弟们把叶红影那个混账给绑回来。慢着，你们先别轻举妄动。师傅，小师妹的仇不能不报。行了行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都不能踏出折剑山庄一步。你现在真是心狠手辣呀！连魏方宗你也敢杀？长公，魏方宗不是我杀的，你赶紧派人去追叶红影吧。江瑶北，不要解释，解释就是掩饰，而这掩饰就是事实。长公，我好了好了，是谁杀的魏方宗并不重要，要不要追叶红影，不用你来教我。我不明白长公的意思。红叶哥哥，请你原谅我。不，姑娘，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，我为什么要怪你呀？别叫我姑娘，叫我名字。可我不知道你叫什么。我叫魏方宗，杨冬青。你知道吗？我真的很羡慕你。傅英哥哥失去了记忆，但他只记得你的名字，冬青。你说什么？姐夫他什么都不记得了？傅英哥哥，我敢说，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比我更爱你了。可是你的心却早被他杨冬青给占得满满的，根本就容不下我。我真的不甘心。我不知道以前是不是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，可是我不怪你。
就只怪命运捉弄人。都别说了，赶快给他找大夫。这人生地不熟的，我们上哪儿找大夫啊？你们别为我白费心了，杨冬倩，你不是一心想找杀父仇人吗？现在你动手吧。什么意思？你当初你爹受尽苦心折磨，他苦苦哀求红影哥哥帮他解脱，可是红影哥哥下不了手，所以我就……是你下的毒手，太可恨了！你杀人就杀人，你找什么理由？你算了，艾迪，他已经这个样子，也算是罪有应得。你说的对，我的确是罪有应得。我只是希望你别再错怪火影哥哥了。别再说了，我这就想办法救你。来不及了。来得及，我师父医术高明，我这就带你回这剑山庄找我师父去。师父，师父，您救救徒儿！出了什么事？别慌，慢慢说。我杀人了。什么？我警告过你，3个月之内不许用剑，你为何又行凶杀人呢？师父，徒儿知错了，徒儿不该违背师命。可今日之事，实属情非得已。师父，您救救我吧！您要不救我，我必死无疑啊！你起来说话。你到底所杀何人？师父，徒儿所杀的，正是当今9000岁魏忠贤魏公公的亲侄女。什么？你说清楚。今日我看到叶红影和一个女子出城，我便上去捉拿，没想到那个女子出手便是杀招，徒儿只好尽力格挡，没想到一不小心就把她给杀了。姓叶的狗贼跟我说，那个女子便是魏忠贤的亲侄女。师父，您救救徒儿吧！你要是不救我，我肯定性命不保啊！你糊涂！自古以来，杀人偿命是天公地道之事，何况那9000岁权倾天下，你杀了他的亲侄女，哎，只怕今后天下再也无你容身之处了。师父，现在普天之下，能救我的只有您了。只要您能拿出铁券救我一命，就算他是9000岁，拿我没有办法。师父，您救救我吧！这个，师父，师父，叶红影那个叛徒回来了。我求你们让我见见师父。叶红影，你这个欺师灭祖的畜生，闹够了没有？你再敢往前一步，休怪我不留情面！你们才是畜生呢！我姐夫都这么求你们了，你们还想干嘛？艾迪，不得无礼。各位，麻烦你们通报一声，我们确实有事相求。少啰嗦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都给我住手！师父，孽徒，你还敢回来？师父，徒儿回来是求您救命的，您赶快救救这位姑娘吧。这姑娘是谁？我不知道她是谁，我只听说她是9000岁的亲侄女。二师弟说她叫魏方宗。她是魏方宗？师父，赶紧救救她吧。战伯伯，您医术高明，求求您救救她吧。她伤得太重，别说再世华佗，就是大罗神仙也救不了她。战伯伯，冬青求您，再救救她吧。冬青，你叫我战伯伯，莫非你是？没错，家父正是杨莲，晚辈杨冬青拜见战伯伯。是杨莲的女儿。红叶哥哥，我好冷，可不可以抱紧我？你不会有事的，师父，她流了很多血，我求你赶快救救她吧。战庄主，你别错怪了红颜哥哥。其实杀死你女儿的人
他是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真的知道谁是凶手？其实杀死查姑娘的人是谁？说。是。冬青，想你。春姑娘。冬青，这哪儿啊？你不要脸！小少爷，冬晴呢？切！你做梦去吧！你做梦都不让我做完整了啊！干什么你这是？我困。快说，是谁杀了灵儿？哎，姑娘，姑娘，你醒醒啊！你醒醒啊！大小姐，来人，把这里所有的人给我抓起来！是。李公公为什么乱抓人？我们大小姐死在这里，你还有什么可以狡辩的？如果9000岁知道他的亲侄女躺在你们折剑山庄这冷冰冰的地下，他会怎么想啊？这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人是我杀的，跟别人没有关系。要治罪，就治我一个人的吧。好，战天云的徒弟果然有气魄。来人，拿下！是。住手！怎么，你想犯上作乱？正所谓教不严，师之惰。姚北行凶犯案，是老夫疏于管教，请厉公公高抬贵手。高抬贵手？哼！请问谁有这个胆子？天元兄，不要为难飞暖，妨碍我依法办。啊！来人，把反贼叶红影给我拿下！是。住手！怎么，站庄主不知道窝藏朝廷侵犯那是死罪吗？我曾当锦衣卫的指挥使，窝藏侵犯是死罪，我当然知道。那你还阻碍官府拿人？天元兄，先皇赐给你的3面免死铁券，你都已经交出来了。我看，你还能拿什么来保住这个反贼？你别忘了，我们有言在先，只要叶红影没有踏出山庄，你就不能捉拿他。难道你要食言？天云兄，食言在先的是叶红影，他不但私自离开了折剑山庄，还想离开东山县。我胡编乱造了吗？厉公，叶红影之前杀了小女灵儿，深仇大恨，希望厉公公念在我们曾经同朝为官的份上，给我一个为小女报仇的机会。黄花随风，尘缘未落地，同情离墨。
胭脂红灯，远方一路烟雨迷蒙。月落无声，朝已是浮萍，千回百转到了曲终，还不见你的踪影。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。只愿它还会让我们紧紧相拥。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。只怕它装不下我们来世今生。也许我的心只有你才会懂。千回百转到了曲终，还不见你的踪影。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。只愿它还会让我们紧紧相拥。我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。只怕它装不下我们来世今生。